叫声，我听一下，1、2、3。再来听一首歌，提供跳拱人会唱的会一起唱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。 不该执迷着永远，后面朋友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欣赏别人的爱不完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 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，你们好棒，都有戴口罩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 谢谢所有台南的朋友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双手借我。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不该执迷着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。谢谢。 无欣赏别人的爱不完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 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。 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我一唱啊，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大声点哦！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。 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，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一起唱，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哦，很场拢是做水就缘投的，对不对？若是的话，来一点尖叫声。 今天大家开心吗？哇！终于又回到南部跟大家见面，回到了台南谢谢你们今天来，然后呢看我的演出，然后也一起来看漂亮的灯会。那今天是平安夜，先祝福大家平安健康。所以要请继续歌，请大家再请力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我要耍要请继续歌，我希望呢。
在未来的一年，或是未来无数的任何的日子里，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，带来继续就好，大概就好，谢谢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麻烦你。我的音乐可以大声一点，谢谢。谢谢后面的朋友，你们好，谢谢，你好，小心哦，你好，谢谢，小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哈哈。幸福的香味，阮美丽有你的情景。离开已经遐多年，拢无你的消息。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？花开已经过时。不通我再等你，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能同情。若爱你，若挽回你。手机的手电筒我们打开好不好？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坦坦顺着你的心，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路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不是你。来哦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来拍个影片好不好？这个会上传到我的 IG 跟脸书。我希望呢，来点尖叫声！再一次哦，1、2、3，谢谢。花开已经过时，不通我再等你。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能同情。若爱你，若挽回你，谢谢你们。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坦坦顺着你的心，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路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不是你，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坦坦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路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心疼。谢谢你的应援，谢谢还有我的朋友。Hello， 你好，哇，先跟我们金曲歌王握手一下，你好，恭喜你谢谢，太好了，感谢。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台南人的热情？太嗨了，还没，他们还有一点冷静，还有一点冷静吗？来啊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再一次的尖叫声在哪里哦？1、2、3。就是这么热。你可以早点来吗？你应该早点来。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是我们今天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议会啊，还有在我们丽轩的脸书上，您的那一段祝福，既然你来留言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尖叫，而且每个人都为了你而开放留言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谢谢，一定要。你有来留言的挥个手，让我们富凯看见一下。
你确定这个是？请用你的洪荒之力再叫我的名字一下。好，这样好了，我们3、2、1，让我们富凯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呢洪荒之力。我们刚刚呢，台南市议会也疯狂，我看这些美女们都尖叫。谢谢。那我们富凯是不是来跟大家一下，就台南人，然后他们呢来回应你的洪荒之力一下？好，别画啥？你别画啥？画外面啊，是别画。小凯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我们就喊台南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非常好。 OK 啊，1、2、3。但是他们忘了加动作了，好可惜。我也要真的，我帮你。好。然后呢，大家的加动作，1+2，1是台南好，2是挥挥手。那我们先练习一下挥挥手，让富凯的粉丝看到我们台南人的热情。准备好了，让富凯来帮我们喊个3、2、1哦。3、2、1。跨年场一样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是，这边有一封情书要先给我们富凯。是，好 ，OK 嘛？有收到我的情书了吗？哇，这个情书很重要。是的，太重要了。这个情书有助于大家，等一下会看到很美好的东西。答对了，所以这一封情书我只好。我先留在你的口袋里面。谢谢我们的富凯。好啊，我想问一下富凯啊，你每一次来到台南啊，对我们台南人的印象是什么？我要先讲一下，好，因为我刚到了这个场地，其实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差不多。国中啊是国小，我没记起啊。我还来这边歌唱比赛过。哦。一奖杯，我要大家。一奖杯。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来这边歌唱比赛，所以我刚刚一到这个现场，到了那个我们的议会的大厅，对。哇，这个地方好面熟。那呢，我记得呢，有时候来台南呢，我最近还在 Google 说台南哪边有一些好吃的。好吃的，这时候在地就会告诉你，在地是哪一区。大声一点，在地是哪一区？安平。安平的隔壁嘛，就是好吃的是哪一区？中西区。中西区。你知道我上网已经查好了，我过年吼要来遮啉咖啡，因为我有找到一间咖啡厅，我感觉就水的。其实吼，咱台南有足侪咖啡厅就水的，只是讲吼有那个氛围在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有那种古都的味道在。哦。对，我本身又老灵魂，我就该比较古老的一点的东西，历史的一些痕迹这样子。嗯。对，所以。台南真是个好地方，我好爱台南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这边啊，我要邀请呢富凯跟小林搭档一下。小林我也是本身的台南人，所以今天呢由我来跟你做个导游一下。那你要站我右手边，我们列队站好一下。那我们要公布的是我们今天的对市民朋友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哦，什么？就是他们很在乎的摸彩。我铺了这么多个梗，就是要让我们富凯一起来帮忙接一下。是的，各位现场的好朋友啊，今天呢有来自我们全台南市很多有32个区的行政区域的朋友。如果你待会有摸彩券，有没有看到在你的右手边有分成我们的成人奖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？待会呢，在9点半的时候，会邀请你最爱的这一位议长，我们郭议长，我们新娘议长呢会来抽出来。哦，那接着呢，在现场来我们台南市议会的朋友们，我们挥挥手一下好不好？先让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好不好？他们从总统来，议长富凯来了，他们呢已经忙了好几个月了。来，给我们这些穿蓝色衣服漂亮的姐姐们，来点尖叫声加掌声。是，我们这第一次搭档，搞不好人家以为我们已经套过，有没有？哦，没有，我们第一次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富凯啊，也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呢，各位好朋友们，现在呢，为了怕大家等待的时间太久，所以呢，我们台南市议会的同仁伙伴已经把我们的小奖项哦，已经呢在我们的后方。就是我们的议会的入口后方都已经可以开始进行兑奖了，所以呢，如果您待会有空上个厕所啊，进去逛逛看看灯会拍拍照的时候，赶快拿取你的唇跟脸来看看后面有没有。哇，
不一定你们就是那个得奖主哦。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富凯还有任务哦，就是呢，你不知道这个阶段是我人生中多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这么说，我的荣幸。看到市长、看到议长、看到总统，我都很开心。但是可以遇到我们金曲歌王呢，小林更开心。啊，恁都无气嫌我，感谢恁大家。伊讲，那我刚有气嫌你，那无甲气嫌，那拍破啊一个。是的，好，这个情书要收好。你看，我台下也有情书。情书，好多情书，今天是的，真美好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富凯。那我们是不是请富凯要不要带来第3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台南市民啊？想不想听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因为是我自己的创作，自己的词曲创作。那这一首歌呢，在疫情那段期间所写的歌，对，我相信在接近年底了，我们一定有很多人可能在这一年呢，是可能离开了我们，或是呢，你们心里想的那一个人，可能在你们心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就借由这一首歌，用念力好不好？把它放在你最重要的心脏这个位置，用你的念力想念它，带来这一首歌《我想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祝福大家今天都可以抽到大奖哦！到底有影，何通我的做线？白色的花甲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插着彼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寒，请你放心。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，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寒，思念无声，我话想要讲予你听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看着我豆豆仔行。还没公布啊，干嘛就这样？我是那边的。谢谢你们。加入太楼上。待会呢，可以去好好看一下我们的灯会，非常的漂亮哦。用钱做好不好？吹成，可以用钱做。门口的孤单。纯粹我甲你作伴，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寒，思念无声。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看着我
藏伫心肝，感谢你一直将我惜命命，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落山，因为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谢谢我们富凯这一首歌，我有一点想哭啊！谢谢。就像你讲的，在一年当中，我们会得到些什么，也会失去些什么。所以今年我也有很重要的人离开我的世界。对啊，所以刚刚有一点流了一两滴。我相信他一定在天边看着你，真的看着你好。然后我也希望用这一首歌，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不管你是台南本身住伫遮，还是讲你是外地来台南工课生活的朋友，若会使话，麻烦逐工吼，每一工敲一通电话转去学厝内底的人，甲伊问一下好，开讲一下。虽然我都伫身边陪伴，毋过我相信用电话，这嘛是一种足好的陪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。是哇，富凯好贴心哦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已经有人偷偷跟我讲你的故事，所以我今天有做功课。谢谢。没有啦，其实富凯哦，他非常活跃在我们的电视荧幕上，还有网络族群。其实你只要来我们台南，我们台南人都很开心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太好了。是，那为了要让台南人开心呢，小林一定要再宣布一件事情。好，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台南市议会的伙伴们哦，让我们把摸彩箱要移到我们的摸彩区。待会呢，各位，因为我们奖项非常丰富，所以现在摸彩券我们没有再投入了，所以呢，要现在呢把我们的摸彩箱送到后方。待会呢，我们再开始抽出比较小的奖项，我们在8点50分的时候会公布得奖的号码。8点50分，来，现在右手举起来对表。好，现在8点20，也就是说8点50，半小时以后呢，我们会在后方陆续来公布我们得奖的号码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又有联手任务。没问题。好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是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所在地是我们台南市议会，没错。也就是说，你小时候来比赛的议奖杯。是的。是的，那我们两个有没有默契联手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大家长？哎，果然有默契。大家长。好，那我跟小林跟富凯哦，一起来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南市议长郭信良郭议长来到现场，大家一起掌声欢迎我们议长。好可爱哟！圣诞老公公，还有我们所有台南市议员也一起来到我们的主舞台，我们欢迎淑慧议员，还有李正国议员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跟大家先挥挥手。是许富凯演的阿公。怎么来？一起来。这样袂使有别叫呢？对呀，袂使有别叫。亲的老。你讲什么？亲的老。亲的啦。真的老。真的。不是假的老。不是，是真的。真的哦。不是真的老。真的。好，我们的王家珍议员。哇，我们议员到现场哦。蔡旺全议员。还有。蔡淑慧议员。欢迎淑慧议员。我们李宗成议员。欢迎我们东城议员。当然，我跟铁库湾议员。欢迎李正国议员。正国议员，欢迎。尹爱达议员。欢迎尹爱达议员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徐富凯来这边，我们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加细声，喜欢跟他高兴，你们高不高兴啊？那我们要展现台南人的热情，那我们来送他一个礼物，好不好啊？礼物。要送礼物，选送一个礼物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。好，你们跟我一起来倒数，好不好？送那个好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
不好？我们谢谢议长这一句好不好？1、2、3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很有欢喜。我欢喜噶。上一届的勒布鲁多来不？鸡草熊大抓你。我现在短租。那等一下，从今天开始到1月2号，天天送奖品，天天送电视机，天天送摩托电动脚踏车。欢迎所有的乡亲、小舅小抓，马上拿起你的手机，通知你的亲朋好友到台南市议会看灯会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我们的王家珍议员、洪玉凤议员、陈立珍议员，我们的蔡万全议员，还有我们的美丽的蔡淑薇议员、李宗成书记长，OK， 请你还照来，我们的李正国议员、尹爱达议员，代表我们台南市议会及议会所有的职员工，包括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这个科室的主管和员工们，再次诚恳的邀请大家，从今天开始到1月2号，小酒小抓来台南市议会看灯会，大家来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议长哦，在我们平安夜带来这么棒的礼物，最大的圣诞老公公的礼物了。谢谢我们议长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议员。哎，有一大合照啦哈。有，我们待会。哇，他们呢？我刚刚差点要把议长那个头上那个名字。他今天太可爱了，他今天完全就是植入式的人。可以吗？直接啊，那我就现在唱第4首歌《放风吹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感情亲像风吹的花，花远远的吹，冷冷的风来讲情话。假情意请你收回，一阵风，风吹人感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行你袂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人就一回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事情就像这首歌《放风吹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感情亲像风吹的花，花远远的吹，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意请你收回。吹人甲干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
寒地。望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边际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热情都拍起来了，真的，哎，是啊，可以拍一张吗？可以。请我的经纪人帮我拍一张。啊，当然，哎，我们大家一起举个耶，我们让富凯在台南热情，好不好？我有一个招牌动作，我希望大家对跟我一起比爱心，好，爱心。那我们大家准备好我们的爱心哦。哎，这样子吗？因为背光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先这样。我们大家台南人给我们富凯一个大大的爱心。谢谢，你们好乖，好棒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富凯，谢谢小林，谢谢。不会，谢谢我们富凯哦。大家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台南市议会哦，真的很爱大家，在我们富凯美妙的歌声、感染力、穿透力的歌声当中呢，紧接着呢，我要代表我们台南市议会来唱名。所以现在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，我们要来开始抽奖。刚刚已经有先抽出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议会的同仁伙伴哦，我们把刚刚已经在